家家有好食。马赛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赵薇。大家好，我是欣欣。因我们哦，俺主持节目研究的哈，特别主食咧，你知道主持呢节目啊，最初唔得缺少的係乜嘅？就係熱情啊。熱情。係啊，韓國 Amy 嘅翻譯啊，還有 Amy 嘅菜藝。菜藝沒油沒錯。韓國會保持在最佳狀態，隨按到最佳。好，走得走，你下都冇唔錯啦，唔過你少講了一個。乜解？唔記得最重要最基本的美食。哦，嘅東陽你看北部、南部。棚內棚外，國內國外，你去到那邊，你除非上來做嘛，食東西，請最好食、最當地最好食的食材嘛，像來去廣島，做客他鄉，那雖然講樣板辛苦都唔怕，鄉親請你食東西的時間，哇，完全得到療癒。真緊哦，真緊啊！不管係在台灣啊，又係出國啦，從你出國嘅時啊，去表演鄉親都會問啊，你講你對上什麼嘅？你就會上菜體最土地嘅料理，你對料理某日天係才串燙哦。其實記到而家世界可能巷弄之間就會好食嘅東西咧。係，你講錯嘅，因為我最好去隻地方就尋巷弄嘅美食，可能好多都同人哦，排就去看一下，至少要看一下嘛，某一天排得到啊，哈，無所講啊，看，當聰明哈，我就請你幾寶典，看一下巷弄美食，你看呢件，你看，半條呢，哦有冇？巷弄嘅半條你冇食過？好菜過，看得到，食唔到。冇話戲出好咧，是講愛請一下。唔是戲啦，唔是戲，我讓你講。我基本繞牆要被煮出來，教按你來煮。哎呀，因為做煮出一定會做功課啊，佢一定吃遍了巷弄美食，按佢來做個按你食。喊你出來，讓我拜見他一下。好，歡迎按你改 Rock 主廚帶飯師。主廚你好。啊，主廚。主廚，今日你啊先講起來哈。因為有可能地包有冇去過，還自己。我先藏起來好了。好，不要講呢。好，來家做啲英啲討論啊，講主持研究嘅，你到擺來都煮，譬如講客家嘅菜啦，佢創意嘅美食。唔過今邊係當上來講，去巷弄尋美食，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披薩唔啲嘅，餐廳一樣啲嘅，也係講，它其實只是一個攤子。今邊嘅你先本出題啦，哈。幫我們圓個夢，現在做第一道菜好冇？乜嘢？鹽水雞。哇，鹽水雞。鹽水雞，你知道我對鹽水雞到痴迷的程度嗎？痴迷。這個我食咯，都特隻亞師去請，嘅亞師最有名嘅鹽水雞來比食看啦，我係比乜嘢？比菜一定它有強樣，比雞肉，有的雞肉給它皮冇強樣，有的人雞肉它講究的是它的肉質，譬如說。最難大家最無好食咧雞胸脯肉，佢做到像雞髀肉樣誒，我不告訴你是哪一家。你家做？自家做哈，給這個巷弄美食其實沒做在自家做啦哈。開始咯哈，你用嘅雞肉係蓋鼻，還有蓋翅膀。好，純粹比較嫩一點的肉。那當然啦，如果說你某相關是按皮耶雞胸肉也是個很好的選擇，就是其實它算減肥餐。其實你還有蓋低溫烹調，你用蓋雞胸肉丟啲白度，慢慢食到暗菜。還有乜蓋？愛準皮耶。愛蒜頭。蒜頭。我們的勺。胡椒粉。胡椒粉。好，是的，是。辣椒，一定有的是蓋有時撈點菜較健康。花椰菜一定要有啊，好金針菇啦，還有玉米筍啦，你睇琳琅滿目呢。你試過最多你試過最特別係乜嘢？特別我試過有用蘋果。真係當厲害蘋果，我知道當厲害，還有放那種蒟蒻一定沒有嘛，哈。前面你種出標最基本嘅，好來開始做。好。你先來切風瓜，好，切滾刀，滾刀，我攏講，我吃到樣板型，他們現在出的連鎖企業，因為譬如講大家都講好，我們的
套餐，譬如说半只是100块，再加3样小菜是50，所以加起来是150。如果你要1/4鸡的话呢，再加3样小菜是100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哲伟哥又懂送办啊，没啦，这个懂他买呢，所以呢，或者是譬如说3样小菜50，对不对？6样小菜就是譬如说90。哦，真嘅，就係啱煮下魚咧，搬住到冇賣冇打手。係啊，像有的人他的鹹水雞會跟你分哦，譬如講你要不要去骨，有人不要去骨，有人要去骨，價錢也不一樣，是不是要找我代言？你一聽又阿母又送冇啊，講正經的呀，那麼騙你啊？哎，這就是英來龍講，這就是為什麼我剛拿着我們的那個美食巷弄地圖要去找一眼營啊，知道有上次台灣哦，太講哦，台灣。整台要冇幾台，唔講講西，佢沒整西，有上是簽唔到，有上是出定也冇卡夾入添。錯。講到你係飲水雞啊，我不得不講一下嗬。好。上次啊，當上食東西要減配嘅時間嗬，就會開始切莫我而家嘅只會說要飲水雞好賣麼？因為水燙過，嘅感覺，佢就加一點那個調味料啊，就感覺食起來冇含子彈，最主要沒有那麼有罪惡感。好，接下來你要做乜嘅？接下來燙菜，先燙菜。你先來燙，加10凍球。好，一下出好哈。上是做的是所以唔是燙凍球。好。因為人內瓜食起來斜斜，所以做得是偏分一下嘅肉，嗬。咬起來嘅感覺。咩冇聽軟，哦，食起來沒有口感。好，花椰菜，花椰菜，黃椒點。佢倆凍簡單，你下撈下幾家好先買，你做全做得㗎。你要凍到加豬肉沒有，還有啦公然沒有。哎，我知道有一個東西讓我很驚訝，除了那個蘋果以外。我有試過水梨，還有乜干啲冇？馬鈴薯其實也蠻適合放喺。沒有。係啊。你冇啦，佢燙熟。冇太熟哦。好，我們的玉米筍。當然玉米地不卡做啦，你做得按先切頭。冇一發你啲冇會買，每次都看他們用剪刀這樣剪，有冇？哦，我感覺個剪解係動厲害，一定要手動入靈呢。手工去骨。係哦，動厲害。我是迄種一隻女老闆哈，老闆娘，哇！我告訴你，她二頭肌到線條多美。她可能白天有副業。我不知道，我就覺得她很厲害，而且她給八個骨頭的時間，哇，非常厲害，她是一刀到位的，唰這樣。跟住係咪飲水雞就好咧啊？你自己打拳咧，如走在床前，如走在臉身體。一天又去買，講到安全冇啦，佢冇強用。我講，我吃到台灣最厲害，所以講，你哋買美食的時間也可以欣賞。譬如講，我們買鹹水雞就可以欣賞他在做這道料理的一些步驟，還有他的那個，譬如說二頭肌，就像我們去吃鐵板燒，那款師傅的個炒，喺強用脫離啊。好，糯米咩強用？你唔卡，用個香盤肉，是做啲火關下細啲，冇落去調滾，落去慢慢煮，啲肉唔會硬老，煮唔會濕脫啊！哈。好，你搶出來部分湯好，加啲水哈，煲滾米太，你下出流起來哈，不用弄那個一隻盤喺度，你下水並快啲拿出來。其實不看你摸個染水，你是撒時間用染下，時間不用涼，沒做得啦哈。韓國話嘅雞湯啊，我就想到哦，從上次安利去。賣嘅土窯雞，好冇錯嘅嘛嘅，依家才開嘅歌唱當中跌下來嘅雞湯，佢會溜半嘅，係，嗰種雞湯咪做得落哦，梗係千多方法咧。好，你差唔多不用雞肉係。好，跟來攏幫忙，唔來不用雞肉哈。戴主廚，跟人家雞肉睇下唔能用剪刀剪。其實我攏講，你莫小看你煎嘅鹹水雞嘅，真係有學過呢。好，好，你邊需要留定係冇？哎，這個加邊冇？差唔多啦。做得哈，因為還有辣。好，嚟落啲麻椒。
米酒。米酒。其实莫讲几条好啦，其实恋爱啊，俺比较会入么。主持恋爱密室节目之后，出现我不是东西写些会想讲，你干嘛该聊？我想要注意哈。系不经常经用伴煮，所以煮出就听起来系安样哈。系啊。所以是东西。哦，冻干式的。对。好，同样哦，加通抢出来变水吼，油蛋。先做了个绍兴鸡，买同样。醉鸡，嘿，让伊有个热胀冷缩的效果。其毛细孔大开的时间，其实我就所有汤汁会流进去，等到一冷的时候它收缩，然后就会把它锁住了。干其实有在煮绍兴鸡啊。哎呦，眼不开，好不开哈。绍兴鸡啊，醉虾啦，都按你眼里哈。你们爱猜10位来圣诞好多啊，而是东西莫按下去，实在讲。真嘅。好，差不多捞去晾一下，来夹起来。好，晾一下吼，顺下起来，不用落加，你不用抢出来粒盆的度哈。姜嘛不用下去唔怕系冇。做得是。一滴啦哈。做得啦。好。好，安尼做得嘞哈。嘿。沙拉姜嘛该。蒜头。好，蒜头米。当然啦，上来酸米下葱诶，就不用它倒掉诶。你好写下葱没有？啊，当然。料一定要放。干那2斤了。料一定要放很多，老板我要葱多哦。胡椒粉可以，全部可以。干那一罐来。哎，你要负责付出胆枪，按呢负责有调高。你下冻到莫强浓的胡椒粉。么做得不用个柚子胡椒、柠檬胡椒，或是那个芥末胡椒啊。好，来列。老板，我葱花多一点哦。什么都要多一点。老板，那个辣椒的部分哈，我想要那个小辣椒，就生辣椒，对，生辣椒，对，我不要那个辣椒酱。好，讨不讨厌？我就是买个咸水鸡。你还冻到问题没有，好，你还不用迄么个盐水，盐水哦，当初盐水给出一定要盐水哦。你盐水一家调的有加配的东西嘛？你做得用盐水，然后一点点的味精咪做得。哦，迄毛会发做得加一点点糖嘛？没做得，那一种做，冇做得加一点柠檬咪做得。哦，好，弄加跟住厨房的鸡糖，不用下去，其实啦，我应该去我屋卡顺后嘅，我接去买个咸水鸡的摊子，跟他借那个果汁的盆子嘛，不是都要来弄进去，然后就在那边，然后就这样摇。其实你下起凤片用嘛？用嘛？用塑胶台。哦。全部倒落去。客家。爸爸你不卡粥啦？不卡粥。好。哇，色油酱。咸水鸡吼，黑暗的啦。因为给它调料它重，就是讲让它其实入味很快。水就做在中盘的哈。对。我习惯迄讲，我迄一家去买转鱼的花，其实放冰箱可以再放个半小时或1小时再吃，米头还好。其实你要做偏用变相，上写时间，用密封用密封罐盖起来。像我吹生啊，会加它多嫩姜，还有点东流行的会加一些酸笋，就吃起来不会那么腻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哈？来。我们的第一道巷弄美食，请带主厨王一高来抢他个时间嘛来。盐水鸡来。除了米粉老，你煮米粉糖的米粉有冇强用？冇强用。米粉糖有它煮，哈，因为给含了爱奶煮。每做得有点变化啦，你做得用点柴鱼高汤。柴鱼高汤。嘛做得捞点红葱头。安样先就会做出来，大家点冇强用的香味咧，哈。哇，我皮都香味咧。一个汤就绕起来呀，香气都跑出来了。哇，这个碗一装上去就当有米稀耶哈。
好，来到家家香的美食，很多鹹水雞。哇！我講正經翻，家落到緊要注意下係咪當軟磨呢？唔多緊要當好，係有啊，按盤的肉哦，冇剪開，跟米絲全部用一批嘅。又不用解凍，解梅頭為下好。我家咧玉米筍冬天咩？係，你係咪做日本睇下做雞準哈？你睇正經將來是1年份的鹹水雞，雖然係偷一雞髀，青菜你就挑花椰菜啦，還有個玉米筍啊、小黃瓜，按你搭配嘅正經當好食。係，香港那個辣椒辣辣一點點甜甜，凍好食。誒，真緊咧，自家做凍煎蛋啊，其實我出門嘅時間吼，手教台出下，但出門咧去上班咯。變就變種，你袂都熟的。很好吃。跟英幫你講一下，喺講你要當上一吃巷弄美食，你會想到什麼㗎？海產。因為我感覺啊，在咧小吃店會食到凍翅。如何食嘅海產啊？咁就真緊唔會輸嘅5星級餐廳咧。海產係什麼嘅做出來？海產的是個小卷米粉湯。有湯，小卷米粉湯。呢啲南鋪嘅嗬。係，冇錯。給大家做一下小卷米粉湯，屬於你的。係。主廚的，好唔好？小卷米粉湯。你講嘅小卷係乜嘅？你冇？係乜嘅？印啲。手乾呢？手乾手乾米粉湯。好，古所講嘅小卷米粉湯咧係台南最有名嘅嚇。今日做有改嘛？一點點。一點點嘅嚇。小卷米粉湯其實啲下都懂到雅思也好，也講從比較知名的餐廳咪會做嚇，譬如講澎湖嘅餐廳咪會做安陽型嘅料理啦嚇。古所講現對嘛，現對啲主角小卷哈，好，來開始做。開始做，先出啲香菜。好，鹽水哈。好，鹽水切幼幼哈。好，切東西嘅順序主廚係龍太家建議哈，喺講啲木卡煮安尼海鮮通常一生嘅東西要注意這樣嚟切哈，比較不會有污染的問題哈。切芹菜，跟啲台南最有名嘅小卷米粉啲哪位嘛？當然啲人上門啦，難唔會讓你講誒。我會問。其實凍多見啦，因為台南該有漁港，所以全凍新鮮。當然啦，因為大山人呢後面冇窮樣，哈，那我覺得都是好吃的，就是看自己的習慣。好。芹菜咪切好誒。香港話相信我感覺吼，該條食了掉個點嘛，一方面勝利河，我覺得是相輔相成，就是你勝利河大家就會知道你嘅食材當起，吼，喺你嘅食材起，你嘅勝利就好，吼，所以你要兩行係強下嘅。凍蟲繞口令誒。好，酸內哈，強用切好。好。很大氣哦。當然哈。還有。薑嘛，沒有切哈哈，這個去腥提味的很重要的材料是不能少哈。譬如講，你家看到師傅在切薑嘛啦、蒜內啦，還有芹菜啦、鹽水嘅，這是缺一不可的。比較特別係講，像北部來講，你生米粉差唔多用炒一下度，哈，可南部就用米粉湯。米粉嘛冇強用。哦，冇強用哦。對，佢都係醋誒。較粗的米粉，鹹奶煮，對，一聽愛安尼吼。哦，係啊。阮用啲味道嘅水全冇啲。緊啲嘅緊滾嘛吼，咁嘅薑嘛先嘅係嫩醬吼。係。好，你按處理過誒，洗過誒。係，內臟全拿來咧。係。還有剛才你嘅米粉就先泡熟水啊。香港教大家本來我緊把刀所講嘅賣進來啊，咁我會皮而撈佢薄睇佢，結果我就發現，其實佢係肉翅，跟皮唔是薄。係講你買進來，些佢有點掀起來的那種感覺，或者是脫落。好，跟就係摸起咧。其實海鮮嘅東西凍簡單，看是啲嘅。它的外觀會告訴你。好，準備料都準備好嘅哈，看主廚啥來做乜嘅？你撈佢炒過。
啊，给香味出来。哦，加小卷炒过，要摸炒过，加香味差同多。哦，其实你生米粉汤的时间当中要迄两道东西经过锅气的滋润以后嘞，你豆下些汤哈，它有那个海鲜呐，或是蔬菜的鲜甜，这个本米粉就转一，好，那个汤跟米粉合为一啊。感觉我应该可以再开一间米粉汤，那个小卷米粉汤。请假讲快才来。跳哥，你都在呛哎！我可以以牛耳的身份或金城武的身份，我都非常乐意，一边吃米粉汤一边做脸。哎，你笑嘞？你平常你某点 say 哦，你这很棒，好不好？我很想看，拜托有的懂有名的你去个有冇？什么捞有冇？那等可以吃瓜子，也可以擦指甲油，任合理嘛？我卖小异业结盟。嘿呀，我卖咸水鸡，正言来那位橘子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可能还要再等32位哦，那我帮你做个脸，不是很棒吗？有这个想法不错，你不觉得很棒吗？我觉得橘子小姐她现在想打你。大白鹿讲，中国张妈妈，总之要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感应嘎嘎有。小姐住哪里？于小姐可能住在竹北吧，家里可能有养2条狗之类的，你不觉得很棒吗？不错，蛮有想法，真的哈。只是实现比较困难。好啦，人家不用讲嘛下去哈，还有乜嘅？馄饨。哦，芹菜。你小姐。手干呢，不用落来咯。好。一般来讲，你做海鲜的东西，你会想讲不用讲嘛，係合理嘅。我有冇看到不用蒜頭？因為咱每撈去地位都唔係炒嘅。不是用炒，而做糖嘅。所以咱冇不用蒜。古時候講唔爭用蒜米嘅來代替，係冇？係，但係香味是有出來的。好，媽媽，你煮出來時間哈，其實。有想是太咖啡讲幾多分鐘，幾多點鐘，然後講用白。有時候我覺得最好的測驗器是什麼？味覺。哦。好，譬如講，你批豆薑嘛剛煸出來有啲薑嘛鮮呢，就最不用芹菜，芹菜還蜜糖蟲嘛，因為它經過導熱之後，它又散發了那個芹菜的味道。好，你放海鮮進去，其實海鮮有鹹鹹某。你煮下去煮底，那個鮮味一跑出來，開始不用水，還有不用那酸米。好，你做啲不用米粉的嗎？好，一定係冇。好，我覺得我好像這一集的老闆，因為我覺得接下來我可能要開什麼店，你們幫我想一下。東多，你就直接叫巷弄小店就好了。我還有異業結盟，你要結盟什麼啊？做臉啊，弄指甲油啊。好，龍家等你泡的米粉哈，係煮的米粉哦哈。你煮的米粉然後你煮米粉湯的米粉有冇強用？冇強用。米粉湯要下煮哈，因為佢含那奶煮。好，胡椒粉係。好，一般來講啊，按樣型的小卷米粉湯做得滾結球。冇強球，因為該小卷不會停咯。哦。每做啲有點變化啦。嘿。做啲用點柴魚高湯哦，柴魚高湯就是或者是不一樣的東西加進去。我吃到一天那種海鮮，它有關係啦，比如講柴魚高湯啊，也係乜嘅。好，那麼米酒一點點。好，米酒。好，然後染。好，來。好。嘛，做啲撈點紅蔥頭。好。味，紅香味是有冇強濃咧。好。按樣型就會做出來大家點冇強濃嘅香味咧，嗬。不卡幾家好先買撈埋嘅。好，差唔多好咧。好，你就夾起來哈。小心哦。要讓天起張米粉湯。剛剛帶主廚講哈，其實有啲人會想要加一啲嘅防蟲頭，像我哈冇關啦。因為我吃到防蟲頭加米哈蟲有油包裹誒，不是講有時是會搶着那個鮮甜的味道。所以譬如講有啲人可以生麵啊，也嘛個叫乜加防蟲頭啊少。譬如講除非吃下個，譬如說拌麵啊這些啊，這樣比較好。那麼個痛絲。好。哇，那皮
都香味嘞，浓香哈。嘿，一个汤就绕起来呀，那个香气都跑出来了。其实它台湾做起啊，有当多素卤菜，所谓的手卤菜，其实里面其中一行，好，来，哇，这个碗一装上去就是当油米丝的哈。嘿，好，还有题目。沙来，不用安尼盐水的，不用上去。好，我特别問你問題嚟講，譬如講，你待到台南差不多5年的時間啦，你第110度俩小卷米粉湯的時間，你多了下幾多年算起來？这样会暴露我的年纪。沒有關係，沒有人會在乎。差不多6、7年。你點解做埋問我？因為我知道是東西係一種回憶。譬如講，你吃鹹水雞，人家吃鹹水雞時，你都想到乜嘢？鹹水雞啊，對啊，還會想到乾皮嘅時間。嘿，對，是對的。譬如講，我就會想到，那烘的黑，那個賣鹹水雞的小姐，她有肌肉。譬如講，你T 110度的雞係乜嘢T 100乃係土奶女朋友，沒有啦，姐姐，姐姐，落去台南搞，不過乃咪 T 100 70度哈，然後驚為天人。很新，就是小卷的味道，就是这个食材是很自然、很新鲜。嘿啊，给出演节目的主要目的之一，为什么？有时候我们靠的是回忆去制作一道菜，那个菜做出来就是你自己记忆的味道。对，除非按呢，古时候讲香浓美食不会那感觉黑呢，有像是韩国的烘哎，你会觉得你有一种感觉吗？所以你走到巷子，会觉得我好像在梦中走过这里，或者是我碰到这个人讲过这些话。美食也是一样，我觉得它给我们的记忆度是很强烈的。就像人家批斗啊，说了那么多，也不就是想要吃一碗我的小卷米粉汤吗？好了，对不起了，龙太太讲，我们抢太卡是咧烘浓美食，黑马盖小卷米粉汤。柴鱼下去不得了嘞，冒煮香菇，红水鸡甲添梅就好嘞。哇，好香哦！有柴鱼高汤的梅头嘞。面不用下去，吸一下汁。哇，有感觉了。哇，好大一锅。你两头川应该要改大锅烧意面做，好香哦。哇，好嫩的蛋，好嫩。锅烧意面就是一定要有一颗蛋。可以是当好食的哈。哎呀，小卷米粉汤哦，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精致的小卷米粉汤哦。喂，英娜，我现在在安平古堡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你隔壁。那隔壁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你？隔壁的小卷米粉汤店。哦，你在炮台那边。这是回到台南了，有冇？这个我刚刚讲哈，你煮的时间啊，批斗面啊，就想到哇，这是真的是很重要的回忆呢。我想讲，我10个月，我转来台北，我去到那边，就算出国，我还会循着味道找到那个我记忆最深刻的香浓，好吗？当初在那边的时候的景物。更有你第一摆龙这一生有这个剧本这什么？很尴尬哦，因为呢，那连痛都是天嘞，这无话可说。这就是真正哈，你台湾的烘浓米食。对啊，吃两套又鸡肉又米粉汤，我觉得吃了米粉汤，我想吃面。面，我个人很喜欢吃面，不管它
枣诶，不管是色诶，不管是科学面，我都王子面，你很会接嘛。那像是面啊，譬如讲，你去食咧，譬如讲炒面啊，好，唔过食到汤，我觉得不过蘑菇烟呐，再过来一张有汤的面好吗？有汤的，像它有，也是海鲜的，海鲜，也是台南的锅烧，嘿，啊，系哦，台南有名诶，一听起来试一下锅烧意面，嘿一夹落哟。好，来杀了一块点，很多锅烧意面店。冇啦，小卤冻豆你吼，食下来小卷米粉就上到台南，因为冻到好食。南部特别南部啊就上到家讲的嘛，吼锅烧意面。你食到鸡肉嘅，食到米粉，当然要食下面咯。不过锅烧意面对广东人的印象来讲，哈，比如讲像我到各地都可以吃到锅烧意面，有日式的，有台式的，有任何的花式的哈。不过有一种东西唔可以变，爱自家因为做意面，哈，我们大家看一下啲意面出来嘛该做诶。其实台南的意面，它是用面粉跟水的比例呢，加上鸡蛋，好去调。但每一家做的可能味道不太一样，对，他们有自己的比例在。顾少公刚英有讲，我们去吃那个卤味，要是麻辣烫的时候，除非有两种东西，没有，好，还有准备嘛该农太家讲。其实锅烧意面提重要的是鱼板，还有蛤蜊，好在。就是汤头也是很重要，柴鱼高汤哦，柴鱼高汤对，或者是因为我不用该扁鱼，扁鱼啊，扁鱼，台南比较晒干的那种，对，味道比较香，专门煮汤用的啦，来等下煮点鸡高汤，来，这个先帮我烫过，做从带出出来啦哈，煮把鸡胸骨，对，捞去煮，差不多要煮几久。可能鸡豆骨头豆梅头把它冲时煮完给好，第二煮的时间呢，做其他的事情哈。哦，吃锅烧意面一定要做小白菜，一定要小白菜哦，你放别的不行，放别的米稀就这有太嘞。好，啥来切嘛该？你香菇做得捞去挑切条，刻个花。好。啊嘿，大摆有些这个丸啊，铁丸蛋糕就是人类个切冻酱个香菇。而且锅烧意面一定要那种，就是铁锅，然后有一个钩子。跟这碗你看啊，有海鲜，又有肉，又有料的料。跟东创你客家譬如说也係講台灣的什錦面啊，知道嗎？其實係一種高營養嘛。锅烧意面的由来是比较像是日式的乌龙面。哦，日式的乌冬是錯嘅。轉變過來。好，你下葱嚟切葱珠。豬請問一下哦。該你下 Andy 你係雞骨頭係唔係？做得變過來。變過來嗬，好。嚟改起面來。好，今日切的部分係咪切好嘅？好，你下雞骨頭吼煮必滾，本件米絲要出來，加血水咪湯高嘅啦吼。帶住出來燜哦，像去食個印度嘅香濃美食啦，你有印象當層嘅料理冇？譬如講，你一般人較少看到嘅。紅燒豬肉麵。啊，紅燒豬肉麵。叫做買貼片。它有9點像那裡嘅牛肉麵。不過叫豬牛煮嘅。好煮出來係咪像牛肉？好特別哦。因為一般還少看到豬肉麵像煮這樣牛肉麵這樣子。啲人有食印象當中咩香濃美食冇？難忘嘛，某一天係最好食嘅，難忘。難忘可以啊。難忘。血腸。血腸。一地北獨爆凍豆，又該內臟，又牛誒，又豬誒，該內臟，還有又牛，還爆起來，還攞佢切開來啊，看起來就霧霧風風，哎呦天，它而且是聞到酒。那是滷的嗎？還是湯呢？
应该係用胚㗎。哦，好特别哦。係啊就是很多肠集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就運動講，該係叫做嘅平民小吃啊，就係講在蘆筍啊，都有啲嘅胚啊，係乜就係烤肉店也有。咁個叫做是佢咧當習慣啊，喺嗌啲是佢咧就係冇習慣，有啲啲梅湯，有有點鹹，鮮啊，有點鮮。嘿。就是在那個中南美洲，他們喜歡吃。像我啊，我哋阿拜文二龍太下分享，所以我去日本廣島嘛，差唔多啲檔主12點到12點半嘅店方有一種東西是賣出，那個叫做茶泡飯。哦，茶泡飯。我用太下講啲歷史，江戶時代時節啦，嗰種是上次嘛，因為廣島人冇東西好食，好。唔過有的人，譬如說軍閥割地的時候，他們有錢人家，覺得好像我們家還可以啊，可是他想要吃飯，因為某想要本披薩某番生人吃到講，哇，你好有錢，你都可以吃山珍海味，古手伊對不對？所以用茶來泡飯，帶下康當到好食的料，乃至於是安內烘弄米線，好厲害哦！他拿來說，這不就茶泡飯嗎？可是一挖，哇！無底洞一直哇，好多料，好多料。茶泡飯，嘿，給你講到董有名的茶泡飯，是不是很棒？對，這就是我覺得在我哋食地包都見龍太家講啊，你去食烘弄米色啦，唔但請喺食到好食的料，喺食一隻肥衣，好，龍呢雞肉、雞胸脯肉，湯嘅料有米絲出來，油咩出來哈，加帶住廚講佢啲肉還有準備好誒，較牛誒。嚟強下 mix 強下哈，好啦。對，啲部都呢。你濾過渣了，超毛。對，好。炸落。還有柴魚。給人哋火邊洗火呀，太火。太火點。好。哇，你係柴魚下去不得了嘞。不得了，你現在也很會嘛哈，就是應該是隔壁王媽媽教你的。好，來某種調酒，因為帶柴魚有帶腥味，係，冇味香味哈，梅頭出來熟啲咧，紅色嘅香梅就好咧，哇，好香哦，有柴魚高湯嘅梅頭咧，來水差唔多滾咧，用嘅蛤蜊。難說嘅成標哦，龍太講像嚟好食啲啊意麵嘅話，佢一定要最面標，因為佢泡糕嘅佢本來是鬆麵，好鬆麵時間我吃到佢最厲害嘅地方係講，把所有的料放進去之後，給它米稀煮出來，給它麵就會嚼個整，就會非常非常好吃。好，沙律標馬雞，好，剛的魚板，還有一些佐料，蟹肉棒，對，還有香菇，還有蝦膏，哇，這真山珍海味都有，嘿，而且這真正就叫鍋燒意麵，而且我們的鍋子好大。你可以都當好食咧嗬。其實我記得啦，我做學生嘅時節啦，雖然唔係在台南市。唔講呢，又當好是鍋燒意麵，因為學生還冇錢，學生啦，他就會想講，一碗麵啲會都整嘅咯，肉牛，然後又入海鮮，哈，又入麵，前台都食得飽，所以呢就鍋燒意麵嘅非你就係特殊嘅時節。好，農家啲會都嗬，佢下要鋪起出起來嗬。好，你點會先嘅係豬牛？對，梅花肉。好，好，生下來標乜嘅？麵做得咧。麵標下去。對，吸一下汁。好。哇，兩隻台南嘅時節人運動比較有型哈。對啊，台南其實不管是鍋燒意麵啊，他們對湯頭食材本身的味道就講究哈。哦。好，我標胡椒粉。其實都係標下豆得唔怕。它好吃，有啲嗆味的，辣辣的，哇，有感覺了。好，沙律標乜雞？沙茶醬。沙茶醬。
莫不用太多哈，有点到米，好。中国台南人都爱吃沙茶吼。嘿，伊没有改沙茶炉。台南其实冻奇怪，冻热，不过冻到锅类的东西。错，冻到它会拍的其实改嘛，牛沙茶火锅。你啊冻到你用料春就以南部。好，好。你沙拉来龙家人一开始切的小白菜，哇，好大一锅。哎，你俩头说应该要改大锅烧意面，错。我等下煮汤7哦，很辣食。我啊7呢发出嘿小锅烧意面啊。好，到2站。好，咱表下以挑模一下嘞。好，好香哦。你家拍胡椒还有有的胡椒粉，你啊2种粉呢，煮过以后，本大家啲胡椒香味当味度有不同的层次哈。好来，那么该。那你先拿去哪里来？面拿去哪里来？这样不用乱太。好，来，我们帮你准备了大锅烧意。对，大锅烧意。平常的话，我们锅子只有这样，为了配合你，我们就弄这么大锅。好，来，好香哦！因为它跟锅烧跟意面哈有火锅哎，好有特别的香气。然后因为是给乱粥嘛，在煮过之后又有很特别的鸡蛋香。好，然后主要是我们还有那个柴鱼高汤。嘿，所以哥手会酸吗？不会，我故意的。我没有在怕的。我这样子一个可以吃2碗。真的，不然我为什么准备这么大的锅子呢？好，差不多装点料，我们把我们的鸡蛋。哦，不用客气。我们等下水天。嘿。这时候我们加一点葱花，等下高汤淋下去。哦，好。好，你下滚的哈，还有家不用在乱地巴度滚。那像东东妈妈的下煮的看你的节目哈，你可以想啊，我晚上就来煮大锅烧意面，我们家人都可以一起吃。冻碰排。对呀。而且小朋友最喜欢吃这个对鱼板。你来大白可能我妈妈我要吃花花哦。哎，你有电脑乱全熟嘛？还是也讲电脑机班上熟？你好咸用白。哦，我好食，不易疼。其实我都做得啦。其实要熟一点啊，我觉得蛮好，这样看起来会更美。冒椒。马上冒椒。好，来淋上来。哇，好嫩的蛋，好嫩。锅烧意面就是一定要有颗蛋。对。好，最后嘞，我们的锅烧意面准备好了。来，今天的巷弄美食呛台改式的黑马盖锅烧意面来。这整锅非常实景却条理分明的米稀，其他的食材用办是不动好吃，因为该精华都很棒了。来，给老师，巷弄美食就是要大家一起用力的吃。哎呀，夹不起来。有台南的味道哦，有锅烧意面选的真的很好哎，
有的面面体做起来可能有油精味，所以的可能就会破坏这整锅非常实景，但是却条理分明的米稀。特别给糖，我知道沙茶酱在里边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好，嘿，那就会跟随佢嘅糖，因为嘅糖啊，係講種得好，其實其他嘅食材用辦法都當好食，因為嘅精華都很棒了。戴主廚，你大概了做很多泰的菜啊，然後你的氣勢又這麼的足，點解來做巷弄美食？巷弄美食對你來講嘅意義係乜嘢啊？其實乃壽司凍豆師傅，下班其實好食兩種嘅東西，唔會上去餐廳地位都是，好食兩拼命嘅東西。所以我今日一直在講咧，你看你除非想到過，你下班。弄你同事也好朋友，說一說我們今天上班的辛苦，然後說一說可能我的女朋友今天不理我，或你的男朋友怎麼樣了？那我覺得那都是吃這個美食最大響應的地方。係啊，韓國紅濃嘅美食啦，其實像是你食嘅出體係非兒之外，還有人情味。係，譬如講接去調價位講，哇！咦，你又來？戴主廚你又來了，一樣對不對？共用嘛，套餐嘛，300的嘛，就是這種感覺。嘿呀，然後多給你很多東西。我覺得這就是巷弄美食真嘅東西。是一種人情味。對，什麼嘢哦？戴主廚，下擺你這個去拍啲烘咧，也係講到國外的巷弄去找美食回來，好不好？好好吃一下。好。鄉親朋友，時間差唔多，食夜吼，講今日冇想去煮嘅話，試一下，某一天有冇卡隔壁嘅烘嘅煮，當好食嘅麵也好啊，雞肉也好啊，也係米粉湯也好，唔過咧喺前度嘅話，你說準時收看呢，家又好食，一天要幫你當到上到嘅巷弄美食啦，記得咯，都係你家又好食嘅臉書粉絲專頁添一隻讚，好冇？你出做咧同你講也好，也係講。看你嘅訊息也好，你出咗嚟提供你家又好是點樣生命度，咩係當重要嘅巷弄美食嘅探險價值。好咧，記得咯，用啲時間去數看你嘅有人情味嘅家又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持。張偉了，我一起，拜拜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這邊帶來嘅主廚任務係巷弄美食。巷弄美食的豆腐卡，你個做得家煮出來都簡單，你咪做得可能到你不卡出去全國，只吃得到的東西，不過佢一個記憶的味道，煮出來是係挺好的味道，希望大家會喜歡，Thank you。